3, 2, 1. Hello， 大家好啊！歡迎你哋又嚟到我 VIP Money Talk 嘅 channel 啦。嗱，今次咧我哋會由溫哥華濕地凍冰冰呢個地方咧飛到去亞洲，比較暖和啲啦。跟住咧會喺北京嗰度玩幾日，西安啊、重慶啊咁樣之類，真係開心到咧你唔明嗰種期待翻鄉下，再加多少少冒險嘅感覺㗎啦。嗱，對我嚟講咧，旅行啊唔單止係休息咁簡單嘅，係要 reset 下自己嘅腦袋 ，reset 下自己嘅心態。俾自己咧重新出發，重新裝滿彈藥，更加強勁咁樣再去衝刺做嘢噶嘛。嗱，第一站嚟到呢個萬里長城，雖然落住大雨啦，啲雨水成滴咁樣彈埋嚟塊面嗰度，但係你知唔知啊？企喺長城上面嗰一刻咧，真係自己都有啲覺得頂住風雨都要上嘅英雄感啊！嗱，原來萬里長城咧真係唔單止係萬里嘅，全個長城啊係有21000公里咁長嘅，個沿途咧仲有幾萬座呢啲烽火台添。古代嘅士兵咧，一點火千里之外都睇到軍情噶啦。嗱，行到去八達嶺咁樣望落去，個城牆咧一直延伸到去雲入邊咁樣樣，嗰種壯觀咧，你真係會忍唔住嗌一句啊！中國嘅工程真係世界級又偉大噶。仲好似有一個民間傳說，就係話你上咗月球啊，望翻落嚟咧都睇到萬里長城呢個建築物噶。嗱，第二站咧，我哋就嚟到天安門廣場啦。你知唔知道啊？由明朝已經存在到而家噶啦。呢個天安門廣場嘅面積大到係有44個公頃嘅，係全世界最大城市廣場之一嚟噶。而我企喺呢一度嗰刻咧，個腦海裏邊就會浮現之前國慶大閱兵啦，一啲嚴肅嘅升旗儀式啦，同埋見到一啲時代嘅變遷。原來我哋一直喺書本見到嘅場面咧，就喺我眼前啦。再行多幾步就嚟到人民英雄紀念碑呢一邊啦。成座碑咧就係紀念由1840年至到1949年間咧喺唔同抗爭裏邊犧牲嘅烈士同埋英雄嘅。呢個紀念碑咧有高38米，係由花崗岩砌成嘅。企喺呢度嘅時候咧，個心咧自然會靜落嚟，好似停一停，感受一下歷史嘅重量啦。再過到去毛澤東紀念堂，嚴肅得嚟都好震撼噶。個氣氛就完全唔同啦。佢係由1977年建成嘅，入面咧就存放住毛主席嘅遺體啦。全場咧都好安靜、好嚴肅、好肅穆噶。你會見到好多老人家或者遊客用好尊敬嘅眼神去望住呢個水晶宮。嗱，講到北京啦，一定要嚟到呢個故宮噶啦。以前咧就叫紫禁城嘅，而家咧就叫做故宮博物園噶啦。嗱，呢度咧由明朝永樂年間去建築咧，建到去清朝嘅，足足491年，有24個皇帝住過喺呢度嘅，係咪好誇張咧？嗱，入到午門嗰一刻咧，你係會哇咗一聲嘅。成個皇宮有72萬平方公尺，9000幾間房㗎，難怪話中國幾百年歷史一半就喺呢度發生㗎啦。最震撼咧就係呢個太和殿啦，佢係古代最大嘅木建築，入邊嗰種龍椅咧真係皇權嘅象徵啊！嗱，要留意黃色呢啲琉璃瓦咧就係皇室專用嘅顏色嚟嘅，普通人官員絕對唔可以用嘅。之後我哋又嚟到頤和園啦，呢度係清朝皇帝嘅避暑山莊啦。乾隆就收葺嘅，慈禧就喺度住啦，幾開心噶。成個地方咧靚到真係有幅畫咁樣樣，個長廊有成14000幅呢幾個彩畫，個湖面又大又靚，啲宮殿石橋咁樣樣，全部都好上鏡噶。如果喺加拿大咁忙碌嘅生活裏邊，可以有咁嘅畫面咧，真係可以令到人哋舒暢啲嘅。講到最唏噓嘅，就梗係圓明園啦。以前比頤和園更加靚添，佢被稱之為萬園之園。直到1860年嘅時候咧，英法聯軍打到入去北京，搶落咗啲文物之後，仲要放火燒添啊！幾日幾夜燒到得翻個廢墟咁，好多中國珍貴嘅文物咧，就係咁樣樣散落咗喺英國、法國同埋美國。行到嗰啲斷壁殘骸咁樣樣，你就會覺得啲歷史真係好靚，但係都好痛啊！嚟到晚上啦，北京嘅 VIP 老朋友咧招待咗我哋去呢個百家大院食呢個宮廷宴喎。入到去咧，嗰啲宮女服侍有啲舞樂同埋上菜嘅儀式啦，
真係好似穿越咗去古代皇宮咁㗎，仲俾啲宮女叫我坐上去皇帝嘅寶座嗰度影相，唉，嗰下真係又覺得好威，又覺得好笑添。嗱，記住我嘅攻略啦，一定要坐最前排㗎，先感受到嗰種皇上駕到嘅氣派啊嘛。嗱，今次咧真係好感恩北京嘅老朋友佢嘅 VIP 商務接待，令到我哋成段旅程咧舒服到不得了，每一站啊都令人流連忘返嘅。嗱，記住啦，我哋下一站咧會去到西安，仲有重慶，記住要留意我哋所有震撼嘅旅程啦。留意我哋下一條片，記住點個讚，俾個 like 啦。